网络时代正利便，亲像手机平板嘛愈来愈普遍。即嘛有真侪家长拢真早就互囡仔来接触即寡3C 的产品。也毋过卫福部就提醒讲，爱注意毋通互囡仔上过痴迷用网络，而且嘛，就爱注意因的安全甲隐私，尤其是这伫咧网络的私密影像泄露互青分人的问题。因为根据内政部的统计，伫咧2024年有3500多件儿少性剥削的通报案件，其中对网络接触到的就占7成遮尔济。数位时代，一人一支手机不管大人囡仔，大不时拢摕咧背。除了囡仔使用3C 产品衍生的管教问题，另外更有所谓安全隐私的问题要注意。根据教育基金会今年上新的统计，有要50成的儿少唔知影要安怎伫咧社群平台管理家己隐私的设定，有40成的家长唔捌甲囡仔讨论过网络的安全议题。有民团建议家长都要甲囡仔教讲安怎伫咧网络世界保护家己。陌生的接触一定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开始会讲到一些性有关的话题的时候，这也是个危机，因为正常的时候我们普通人不会跟一个儿童或者是未成年人去聊这些事情，那以及开口跟你要个资，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视隐私的时代嘛，所以开口跟你主动询问个资，其实这也是都是一个基本警讯。民团嘛提醒家长，囡仔在成长的阶段，难免会对两性有好奇，加上网络真利便，可能就会接触到甲性有关的话题和影像。根据内政部的统计，2024年有3555件儿少性剥削的通报案件，其中对网络接触到的就占7成。卫福部呼吁家长，若是拄到囡仔有私密影像外泄的代志，会当到卫福部性影像处理中心的网站去申诉。那个证据先截图，先保存，然后再来呢，第二个打电话或上网去查影像处理中心，上面就有一个申诉的一个流程，你就按照那个流程写你的资料，然后接下来呢，他会要你留一个 email 联络的方式，然后我们24小时内就会有专人会联络你。卫福部表示，后续除了会协助报案，嘛会帮助未成年受害者甲网络顶的性影像移除。另外，卫福部嘛有免费的心理辅导甲社工资源通介入，帮助有需要的未成年受害者早一日行出创伤和惊吓。民团嘛提醒家长，网络愈发达，就愈爱互囡仔明白网络世界风险。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